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上生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情深付出偌大。 多谢多谢。啊，你前日外囡仔找我无？哈？无啦。啊？迄四个拢毋是哦？毋是啊。好啦个，好啦。你小要够可怜的，啊，大家找我人哦，你要看阿皮婆的心情，别要歹死啊！啊，你又搁敢笑？就是妹，阿皮婆啊，你即摆在咧艰苦啊，你直直笑，啊，你唔惊阿皮婆生气哦？生气？哦，迄阿皮婆欢喜都袂赴啊，哪会生生气啦？迄人虽然找无到哦，啊，不过阿皮婆啊，认一个客查囝。诶，姑姑啊，恁两个知影我咧欢喜啥无？你咧欢喜啥？我是咧欢喜讲哦，我咧按台湾哦，哇塞，那大包小包炸这物件哦，排甲偌艰苦的哦。这摆哦，无简单，物件送一寡出去，好，加我轻松啊！你讲阿美婆啊，认一个查某囝，嘿啊嘿啊，我是安怎来去认一个查某囝？是安尼啦，迄个外婴仔吼，年岁是差不多啦，也毋过因并毋是阮要找迄个外婴仔啦，因为吼，伊想要甲阮熟识，才欺骗阮啦。嘿啦嘿啦，欺骗你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吼，伊真思念因老母啦，所以才骗阮啦。了后，阮知影真相了后吼，阮妈妈感觉讲，这查囡仔吼真甘心，真思念是大人，所以吼，伊认做客查囝啦。嘿啦嘿啦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啊，恁找了啥款？拄实是啊，你敢知影我含啊久啊哦，去找到迄个原因啊几岁？啊是几岁？才6岁尔。笑死！人找无，你就满意是无？阿美婆啊，等你放心啦，我会继续吼派人过去甲你去探听啦，你免烦恼哈。多谢多谢。靠人要找阿美婆。阿美婆，找阿美婆啊你？嘿，奇怪。阿美婆，你遮啉茶，休困一下，我出来看卖。有去。讲有人要找阿美婆啊，安尼无看人，嘿，是我啦。你要找阿美婆啊？是啦。请问你是？我叫做陈月英，就是你要找的人。
你叫陈月英？是啦。哦，安尼我知，你是听到风声，走来这要认阿伯婆做客户啊，看阿伯婆会一寡物件互你无？安尼对无？不是，我真是恁要找的人，我是陈月英，我是湄洲人，住伫个妈祖庙边。我老母叫做秀兰，我有一个阿兄叫做建华，伊有3个囡仔，叫做文庆、美惠、甲雅惠。伫咧真久之前，就已经离开湄洲啊。尾啊，阮就失去联络啊。对，哎呀，有咧，有咧。还阁有，阮阿爸伫咧30-40年前就去伫咧台湾，叫做罗顺，人拢叫罗顺伯啊。还阁有，免讲啊，无唔对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来，我领个姐，你徛我遮，这个条啊吼，固条哦，万我袂走哦，我是只要叫阿伯婆啊，哈，千万袂记，万我袂走啊，哈。阿妈，进来啦！没有，伊就是陈月英，看我详细，你就是月英啊？无唔对啦！月玲姐，你拄则讲我听啊先生哦，我讲一解哦，阿伯无听，紧来啦，紧来啦！我叫做陈月英，是湄洲人，住伫个妈祖庙边啊。阮阿母叫做秀兰，我有一个阿兄叫做建华，伊有3个囡仔，叫做文庆、美惠、甲雅惠。伫个一久之前，就已经搬离开湄洲。尾啊，阮就失去联络啊。阮阿爸伫30-40年前就去伫个台湾，叫做罗顺。人拢叫伊罗顺伯啊！你就是罗顺的查某囝，叫做陈月英哦。是啊。安尼好，我明仔载哦，我随时带你转来湄洲见恁老母，恁老母毋知要好欢喜咧，吼。啊？你先啊，你敢讲我爱转去湄洲找恁老母是？毋是。我是足想阮阿母啊，也毋过，是怎样啦？戆查某囡仔，你哦，拄转去湄洲找恁老母，你若有什么苦衷，我一定甲你帮忙甲到。你放心，赶紧咱来转吼。嘿啦。啊？哦，唔知啊？好，咱紧来转去。我你个姐。叫声啦！都看想啥办法，我叫起来先。办法，我要哪办法？对啊，我出来，紧啦！哦，紧啦！大谢谢啊！阿พี่婆，你找着人啊？哦，找着，就讲无3句半话，我就做走去啊！别走去，紧啊！别找啦！小等下啦，安怎啊？唔知实在啦，你要去倒找？哎呦，来，我讲你听，先做你关来散来啦。哦，爱头毛种咧站起来，绑啊内面有一条青迄布啊绑的啊，记好，衫裤，规身拢灰啊衫，咱穿一个红叫我色的迄种背心，叫我色的背心哦。安尼哦，真对。无安尼好啦，我甲阿พี่婆一组啦，我来找，你出来哦，分路也赶紧去找啊！哎呦，我先来后山找。出来，这边来。
玲啊！春啊，阿你外毛吹着好哦。咱收水他要不干。万玲啊！伟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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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弟无啊，你个朋友即摆拢找无是安怎啦？无啊，我嘛在不找咧。啊，无咱咧拐边找。喂啊！万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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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不，万玲啊！万玲啊！无啦，哥，这，马上。无啦，啊，尾那边看起来。万玲啊！万玲啊！外面咧看见。喂啊！喂啊！亲像是阮心上。喂啊！一卡提拢无啦，无等改变。喂啊！喂啊！爸爸，妈妈。喂啊！问到啊！咱去来看看只。喂啊！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这别人的厝，咱敢要入去吧？哎呦，找人较要紧啦！阮台湾仔敢会大咱做菜着，要无你已经可以走啊！看卖。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阿伯无，找到有，拢找无啊？也找无？嘿啊！哎呦，月英啊，你会到尾啊伤心啦！月英，有啥物代志，你紧甲我讲吼，我甲你斗说落。对啦，你有啥物代志吼，做你敢讲吼，我一定吼会甲你斗3工的啦。好，你甲我讲。你安怎？啊？哎呦，月英诶，唔通安尼哭啦，哭身体歹歹，唔通啊伤心哦。看有啥物款的代志，你紧甲我讲，我一定甲你斗说落。吼，放心。对啦，做你讲啦吼，我一定吼会甲你帮忙的啦。好，月英啊，安怎？啊，你紧甲我讲，吼，我会甲你说来到好势。吼，安怎？啊？其实我逐工都伫想阮阿母，我本来打算后个月要转去美洲，也毋过安怎咧？阮阿姨前几工才甲我讲，伊甲一个朋友合家来做生意，一个半年来，拢一直在了钱，害我煞袂当转去。本来我打算讲过一阵啊，才倒转去，也毋过。我想看咧，唔通啊！你搞到身体歹歹，看安怎样？你这里甲
你斗说话，吼，我会甲你斗说。你交来哭，阮是免哪甲你帮忙啦。都是安尼。也不过，我甲昨昏就知影啦，伊是欠咱安尼济钱啦。啊是偌济钱啦，你毋着甲我讲，我毋才会替你说法。吼，我钱我才替你还，无要紧。吼，我看安怎？我甲昨昏才知影有人要来讨钱，伊讲阮欠伊5000块，我后边咧想啊，安怎5000块啊！是要安怎？快点，5000块到手。是，哈，5000块咧，只5000块。哎呦，安尼毋知要安怎才好咧。我是要安怎？哎呦，我英的，咱毋通哭啦，毋通哭啦，代志总是爱解决。无要紧，5000块我再想办法，甲你斗解决行啊，安尼毋着好？好，毋好搞。无用哩，咱才头一摆见面，佮安怎讲，我嘛袂用接受。哎呦，我英的，你这戆查某囡仔，你落顺的查某囝，就是我的查某囝啊！我替你解决，替你用钱，这哪有啥物要紧？无要紧，毋好搞，莫搞吼。对啊，阿碧婆啊吼，我上了解伊啦。我听阮弟哥孙咧讲哦，阿碧婆啊，认真哩哦。只要看到人有困难哦，像迄个人咧坐路啦、铺桥啦，伊拢共斗3工呢。你免客气，你讲无要紧。这你讲，无要紧吼。我替你说，好，毋好搁哭。恁对我遮尔好，我实在足甘心的。恁若是转去好啦。啥？你要赶咱转去哦？阿碧婆，伊讲要赶咱转去啦。我英的，我要甲你斗骹手呢。你若毋答应哦，我才无爱转。对啦，迄阿碧婆吼，完全拢是一个生意，对无？啊你着接收起来好啦。袂用哩，我袂用摕恁的钱。你搁讲，你等，你甲我摕5000块来，叫村人摕5000块来，安就好啦。5000，有啦，我知啦，去摕村人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多。找无啦，啊这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找到，出来啦！咩啊？啊，迄个阿碧婆毋讲哦，讲要甲你摕5000块啦，讲要互这月用安尼啦。行，起来！等下，春兰啊，唔通话！我想吼，这回办个假。我妈妈讲叫我摕互伊，啊，我若无照妈妈意思安做，我妈妈会生气呢。对了，后壁无啦，起来，恁无你莫去啦。紧摕。我不应该摕这钱。哎，婉姊啊，我莫叫你收起来，你着甲收起来，吼。是啦，收起来啦。紧摕，你解决者吼。多谢啦，这钱我后摆一定会还恁的。我嫌啥哇？我明仔载吼，再来甲恁翁参详，看倒一日有时间，我再带你转来湄洲，甲恁老母见面，恁老母一定足欢喜的。对。阿碧婆，真多谢你，我唔知要安怎甲恁感激才好。免你啦，你免你叫阿碧婆啊啦，你应该叫阿姨才对。对，阿姨啊！爱叫阿姨啦！哦，恁阿姨咧为着要找你哦，迄找甲咧偌辛苦哟，而且哦，你好来，而且搬山过岭，1000-3万里，对唔对？对。你个我知，这免讲。管英啊，你看恁阿姨哦，看对你偌好就偌好啦。阿姨，多谢你。那就迄个说多谢。我明仔载吼，再来带恁翁，恁才规定倒转来去湄洲吼，来个参详。对啦。我会甲阮翁参详。多谢你这么热心地甲我斗3工。毋过，阮阿姨，因在答应无？应该是会答应啦。本来吼，我妈想讲吼，可能是袂找到你，啊，即摆已经找到你啊，
你著甲妈妈倒长日手，你妈妈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。对啦，是啦，上少吼，无你老母知影讲哦，阮哦已经找到一个啊，对无？是啊，讲安尼有理啦。迄时到吼，伊准也唔答应哦，有阿皮婆啊，甲阮一家人咧斗讲吼，准做唔答应，伊嘛会答应。阿皮婆啊，你讲对唔对？对，我明仔载再招，明仔载再来甲你。好啦。免啦，我会尽量改善。无要紧啊，咱好大家做伙来去安尼。好啦，免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讲吃新面，安尼哦，唔就好啦，唔就好。哦，伊家己甲讲，你家己甲伊参详哦。啊，咱来动。对，阿免去啊你。好啦，来，好啦。因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多。这是你的钱，你收。袂用，搁甲咱讲，我嘛免甲你摕钱钱，你摕去啦。稍等下啦，这是你钱，你摕去啦，我袂用甲你摕啦。